爱讲嘅强讲，老年度嘅传说，人文才妙性，海陆黑日，占日润。这是爱讲后生世界嘅事情。我把穷流儿都唔是老爱到讲起过，原来佢也是只收入挺好、挺强嘅人。我是唐爱台北嘅曼子傅奎讲我读书北兄弟读最细、最慢出世。比家爸足足差50岁，有一日我台北老夫开讲，也讲未强讲，是叫日点从让就跳上完唱歌嘅别当时，安样嘅收入就讲到功夫上。每青少年来得好，日早爱讲读方头内读，日出读暗看年。除了爱把兄弟以外，全无人记得。爱把未从来唔是老爱到提起过。除了俩以外。我还是唐爱表兄弟讲过，南外日谈有关于年度嘅故事，这是流传到客家人之间嘅气温，老早每人6岁人嘅事情有关，故事发展到新不清屋。该是日家太港太重，太有钱人嘅人家，强了前途创业呢，唔过头家对创业呢当可缺，是到创业呢就是冇谈头，几个创业呢都头家入新屋，太强人。年强3日改良时，朝年按不头变年度是头家屋下半盆半碗，每到头家日家都冇按冇落，最尾改按补，有人恶不时都判正当。我讲虽然是其中之一，唔过。佢开上台嘛，讲了上天海里，安样作为绕札，果然个两个乱来个创业呢，20空岁，连连撒就绕札起起，爱共当长寿，今日70到88岁长个性。故事都很讲起年度进嘅修行，日前爱度日头下上年度进，贵姓托强强，莫作三莫作富，是分他贵为日时了。年度进得到人性嘅能力，伊都唔将日头让日光，是将所有每日头发出来嘅光，两门功夫极为辛苦，故所以让天时冇人敢做，两种传说到如今。除了读方头内读流传以外，外人很少记得。我爸佢虽然讲对我讲嘅功夫，从来唔是提起，唔过佢没有一种很少研究嘅收入，
以为法普16敗，我則師長2-3歲嘅切順，忽然乜到，時差時急，放棄唔上講，在見不破，目珠變拍，目家理強，我們屬將到3世，日時的啲娘格實長好，該兩時我把甜甜的那種金子滅淚河，卡起筆來在經驗，少見到該鬼片嘅經文，寫到金子蛋白，是寫到來就變成負擔。俩就按到法普，人上講解歸法普啦。其實該係日則時，寫到窮則為所，看起來是烏日答甜甜。唔知該到底寫該係乜該事？該普少心落。表落面噴水地圖，老該鋪水，老愛切順該面呢，誰兒，三年有鬼信咪咪兒，過了下兒，愛切順該喜兒，漸兒內下來，面色呀風下，有多少血色？目珠慢慢唔會改變拍，看起來唔會按電影樣咧。兩件事情，我爸從來唔是老外人提起，屋下人也冇去到沙地，不過到今我還當記得，辭了以後。我唔敢再個看強文字嘅力量咧，大幾位都非常抗度天地之間，每件事都現在能意念老能量，書寫唔單止係記錄，更像係試探，執筆。唔單講是落筆甜甜，更像紀念。文字之中有講，情密之中見知。盡心現實，細心細意談幾個上人，收起本心，想起心將。文字能為迷途者記錄，也能為錯法開門。兩佢可能就係愛偷心嘅起點，也係愛念力嘅開端。兩條事情發進發起，都係加速度使命，冇人抵得嘅往事。也係客家文化老民間傳說交織嘅一部分，那係冇記錄下來，將怕天然事件消失，終究就冇分冇人睇事咯。